做愛神，撮合每一對合襯人，偶遇愛人，渴望教堂裏熱吻世上每一對，似物理所講正極與負極，人定會被吸引，誰決定世人？那若愛科算合襯，誰為最愛人？要令愛朝夜勞煩，愛偉大，為何愛注定犯禁？情很完美，緊扣匹配的所和所是，但活在現實並非愛情都如此，非一般憂傷一對感人戀人，可同悲共喜，否決戀愛定理，不信幸福為你。誰決定愛情？要為了親友和應酬。決定愛情，要為了親友和應。要是有一對破壞了規矩也未會認命，誰又要被修正？愛是最神聖，信任愛總會獲勝。愛是最神聖，哪懼怕觀眾視聽？愛最大，任何愛也是任性。都說